聖經中耶穌親口承認自己是神或基督，神的兒子的經文。啟示錄22章13節：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戛，我是初，我是終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後的。約翰福音第8章第42節：耶穌對他們說，如果神是你們的父，你們就必愛我，因為我本是出於神，也是從神而來，我並不是自己來的，乃是他差我來的。約翰福音第16章第28節：我從父而來，到了世界，我又離開世界，回到父那裏去。約翰福音第6章第48節：我就是生命的糧。約翰福音6點51分：我就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生命之糧，人若吃這糧，就必永遠活着。我所要賜的糧就是我的肉，為世人的生命所賜的。約翰福音第13章13至14節：你們稱我為夫子，稱我為主，你們說得不錯，我本來就是。我是你們的主，你們的夫子，尚且洗你們的腳，你們也當彼此洗腳。約翰福音20章28至29節：多馬回答說，我的主，我的神。耶穌對他說，多馬，你因為看見了我才信，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。約翰福音第16章27至28節：父自己愛你們，因為你們愛我，並且信我是從神出來的。我從父出來，到了世界，我又離開世界，往父那裏去。約翰福音11、25至27：耶穌對他說，復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信我的人，雖然死了，也必復活。凡活着信我的人，必永遠不死。你信這話嗎？他說，主啊，我信。我信你是基督，是神的兒子，就是那要來到世上的。約翰福音第17章2至5節：正如你賜給他權柄管理凡有血氣的，叫他將永生賜給你所賜給他的人。認識你，獨一的真神，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，這就是永生。我在地上已經榮耀了你，你所託付我的事，我已經完成了。父啊，現在求你使我與你同享榮耀，就是未有世界以先，我與你同享的榮耀。